係啦，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我係 Akinto。依家美金對日元大約喺158.50仙到159之間，呢個比較窄嘅區間已經維持咗大約1個星期。對於做交易嚟講，其實都幾難入手，情況都仲係跌。咁喺呢個情況之下，今個週末佢決算同埋卡塔爾都為咗想令中東局勢平靜咁而去咗卡塔爾。如果和平有進展嘅話，都可以預計到會突然出現一個向下嘅走勢，而美金對日元同埋整個外匯市場嘅波動性都會上升。所以今日我想同大家一齊分享下技術分析同埋呢個大市走勢嘅可能情景，多多指教啦。好啦，咁而家講下日線圖。依家成個外匯市場其實都處於一個歷史上都好罕見嘅低波動狀態啦。無論邊一隻貨幣對都好，今個星期都係喺158到159之間呢個細細嘅區間徘徊。對於交易員嚟講，真係幾難做交易，呢個情況都持續緊。咁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睇下一個5月20號公佈咗東京市場銀行間成交量，正如大家見到，現貨投資只有23億3千萬美金，如果同 FOMC 或者統計數據公佈時超過100億美金比，其實真係好少，成交量明顯低咗好多。如果我哋再睇埋掉期交易，依家已經去到684億1600萬美金，大約11兆日元左右，成交量大幅增加，呢個數字比平時高咗3至4成。呢個反映咗中東局勢持續緊張，油價高企帶嚟嘅成本推動效應，仲有美國加息呢啲情景。咁所以大家要記住，掉期交易而家比平時多咗大約3兆日元。佢喺呢啲情況下，美國同伊朗兩國都想盡快結束戰事，而今個星期尾，巴基斯坦同卡塔爾都去咗德黑蘭。咁所以情勢可能會突然有變，貨幣有機會向前推進。如果真係出現呢種情況嘅油價就有機會急跌，長期利率都會下降。我頭先講過，喺掉期市場膨脹嘅3兆日元有機會一下子被消化，甚至會影響到現貨市場，令到美元被大量拋售。所以下個星期有機會出現呢啲走勢，大家喺美元對日元圖表時要記住呢點。佢基於呢個情況，我哋再一次嚟翻日線圖。依家呢個價位其實要小心，隨時有機會有外匯干預，所以上升空間都會比較有限。而且呢，除非中東局勢平靜落嚟，否則一旦向下突破，走勢都會好快改變呢。呢點已經好明顯，所以而家其實都幾難揾到一個明確方向嘅。不過，正如頭先所講，如果中東局勢有變，走勢隨時會急轉直下。咁如果跌穿158蚊，或者周線移動平均線都穿埋呢，佢去到155蚊都會係一個幾有利嘅做淡空間啦。呢個嘅日線圖都冇得出啦，所以如果下星期日線蠟燭圖真係跌穿呢啲位，短線操作都可以考慮喺呢啲位部署啦，應該都幾有趣嘅。咁基於呢個情況，我哋會考慮點樣部署同埋入市，然之後睇下短線支持位。好，跟住就喺1小時圖。首先4小時圖同1小時圖嚟講，其實而家都揾唔到一個明確嘅波形，所以技術分析都變得好困難。不過今個星期基本上都係喺冇158蚊5毫至159蚊之間，形成咗一個細細嘅橫行區間。所以首先要留意住呢個區間，然後再睇下下個星期點樣做交易。咁講翻喺星期一，美國市場會休市。如果中東局勢咁嘅進展和平咁推進到，咁呢個情況都好大機會會繼續落去。不過星期五見到美元有少少被買入嘅情況，所以如果下星期開始有冇調整出現嘅158蚊5毫附近做多 long 都幾有吸引力。如果跌穿咗呢個區間，佢就有機會一口氣落翻去日線移動平均線，甚至158蚊附近。所以我自己覺得等佢落到呢啲位先再入市會比較吸引。正如我頭先講過，如果中東局勢有變，隨時會出現大轉變。如果個市向上升得多，佢由高位做淡 short 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我覺得咁樣做會比較適合交易，而且持有淡倉 short position 啦，其實會相對安全嘅。正因為而家好多人都諗住要買入，所以我反而建議大家要有啲做淡 short 嘅意識。無論如何，依家成個外匯市場都係一個觀望氣氛，但係換個角度嘅，其實都可能係一個大趨勢形成之前嘅徵兆。所以大家做交易時都要時刻記住風險，喺下個星期交易時就可以應對得好嘅。因為而家外匯市場都唔算太大波動，所以我最近都會減少咗發文次數。但如果有咩大動作，我一定會即刻同大家更新，所以大家記得訂閱我個頻道啦。咁今日就講到呢度啦。